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4篇，民数记第10章11到36节，路加福音第1章57到8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路。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交通还不是很方便的时候呢，计程车一般都不是真正的计程的他们都是以所谓的公定价钱，然后跟客人在那边喊价一般来讲就是包车啦那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叫做白牌司机啦它不是正式的计程车。那小时候看到的很多都是那种黑色的3000cc 大型的轿车专门跑省道这个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也有机会从这个火车站到营区，就有那种计程车，专门的就是给人家包车或是按说叫客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盛行的那这种车通常它为了它价钱是已经一定了嘛所以它就会跑直线，而且会跑得很快越省时间越省路程，对他来说就赚比较多了所以后来在渐渐的发展，都会区开始实施这种计程车挂表计费，那就以距离来算价位。那常常听说，如果是外来的人所以旅客的打扮的人呢，就会被绕路收贵一点，甚至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品质不良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呢，看到那种不会讲台语啦、华语的外来客都也故意绕路一下为什么？因为绕了路，他走更多的路途，他就赚更多，收更多的钱了但是绕路，除非有必要，一般来讲我们都不会这样做的除非呢，就像我们刚说的，有特别的因素，或是有这种汽车广告说到了家的小孩子在睡觉那就多绕一圈想要给小孩子多睡一下。事实上，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子他们的孩子呢听说不是很好睡了那可是呢，有一个情形之下他很好睡，就是坐在车上，爸爸开车的时候他就很好睡，所以夫妻2个人就常常有这个情形，就带着孩子为了让他睡觉要去绕。每个绕路其实都有它的原因当然像走错路就要绕路嘛也可能都是原因之一啦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件世纪大绕路的记载，也可能是说破天荒的空前绝后的记录了因为走了40年了，原本可能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这看多少人了就可以从埃及到耶路撒冷，所谓的应许之地。那为什么会绕这个40年？那以色列人花了40年，那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绕这个路又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路比较好走，因为都是旷野也没有比较多的水可以喝也没有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吃这一条路上其实他们都充满了困难跟危险。我们看到前面开始的时候有红海的阻挡，有米甸人的攻击，有缺水的问题，也有水苦的问题那缺乏食物，还有呢，领导人呢神隐了40天不见踪影，甚至最后到这个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包括摩西本身都无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今天经文记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这一段的记载是在摩西上西乃山上40天领受上帝的诫命之后，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之下，继续的，或是说来走前面的道路。就我们注意看那个经文的翻译，这边的翻译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哈。以色列人就照着他们的情况，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旅程，这是12节说的。他们离开西乃旷野，云彩到巴兰旷野，停在那里。那希腊原文的圣经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从西乃山的旷野之后呢，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哈，但是今天牧师只要提2个哈。以色列人从这个西乃的旷野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西乃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时间的问题。在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这个之前这整整1年，他们从埃及走到这个地方来。后面还有39年的时间，还有39年的时间。那我们说这第2年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旅程。我们也可以了解成说，以色列人开始学习认识上帝，来跟随上帝，这也可以说是热身啊，这过去的1年当中。那后面还有这39年的时间呢，他们要学习跟随，他们要学习跟随。第2个呢，根据民数记的记载，这个时候摩西才领受了上帝的十诫。那十诫除了我们说的诫命的遵守之外，它有很多这个服事上面啊、生活上面的规范。后面的39年来讲，正是以色列人真正来学习跟随实践上帝诫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那在这个领受十诫之后，对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有跟上帝有立约了这个旅程才真正的开始。是上帝带领他们的道路，虽然是在旷野里面，但是上帝的路，以色列人要学习的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的经文，其实很大的部分讲到耶稣的降生跟施洗约翰的出生那在为婴孩取名的时候，约翰的父亲跟母亲都不约而同的讲到说，这个孩子要叫做约翰。可是所有的亲友反对，因为呢，在他们的传统里面，约翰不是他们传统的名字但是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方式，因为上帝在约翰的身上有更重要的计划。就像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的他成为上帝的一个差遣者。上帝的方式，因为上帝呢在约翰的身上还有更重要的计划。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跟母亲以利沙伯这样的坚持，用上帝所命名的。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撒加利亚的先知呢受感说话，在67节到这个80节当中很长牧师不要全部念，我念这个76节。他说，我的孩子啊，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你要做主的前驱，为他预备道路，这是上帝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施洗约翰先预备了
上帝的道路，这是一个救恩的道路，拯救的道路。就如同摩西他自己也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的，他也这样子来说，他说：“请不要离开我们，你熟悉这个旷野。”这在指上帝我们该在哪里扎营？你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你如果跟我们来，我们一定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福气上面与你共享。以色列离开西奈圣山往前走了3天，上主的约柜一直在他们前面，为他们找扎营的地方。所以摩西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带领的人，上帝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在35节的时候，摩西这样说：“上主啊，求你起来，驱散你的仇敌，使恨你的人逃跑。”这个是他们在走的这个当中，他们启程要走，摩西就这样祷告。当这个约柜停下来的时候，摩西就这样祷告说：“上主啊，求你回到以前千万人民当中了。”他说希望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带领，上帝又保守这是应许走在上帝道路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一旦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跟随，那开始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上帝的应许。在这个当中，他会为我们来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记载真的是上帝为我们负责。你看，以色列人过红海，上帝来帮忙；以色列人碰到没有水喝，上帝给他们泉水；以色列人碰到没有东西可以吃，上帝就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透过这个鹌鹑，然后又让他们有玛拿可以吃，40年来没有一次中断。面对强敌的时候，有上帝为他们征战。所以基本上基督徒跟以色列一样，要思考的是，我就是要跟随上帝，无论是绕路或是直路直打的，我们要学习的是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不要自己随意乱走，不要太骄傲。